我只是。我叫你去讨100万，到即马150你拢无看，你是毋是爱我一个解释？我讲好听是伫咧楼骹咧共徛话，并要讨笑；讲我歹听的，你根本就做人个顾问狗，搁去拍假拳，替人趁利息要来互我。你真正是甲全世界的罗马民主拢写了了。我，你快点！你要急行行，你真正当作你爸是憨人啊？最近我去餐厅要敲代志，你总是有理由，唔免缀甲到。最近我伫餐厅要处理迄个小珍，我叫小帅门口甲恁爸顾好。你爸目甲规定甲恁爸带去食宵夜，害你们臭臭食无着，拳头某食甲粗巴粗巴。无啊，我饲恁这布龙公是要创啥？讲袂出来？安那？拢讲袂出来？好啊，规定甲我叫去到。谁知你啦？高手迄100万哦，你若无甲要讨倒来，你就免倒来。淡水河、落水溪、凊彩拣一条，甲跳落，恁要甲你放水流。来。唉，大个吼，真正是有够无话无目屎，啊，敢就需要逼到遐尔紧，啊，反一个是死了啦。无卡生的啊，啊，你哪伫遮？啊，你是毋是拄啊练习了，还是拄啊下班啊？你明知影我今日休困，无去打工，你搁假？是啥准你替我送快递？我敢有叫你安尼做？啥那你要伫管我的代志？你敢知你安尼管我的代志，别人的误会会互我造成真大的困扰？困扰？对，阮爸爸拢无安尼管我，你是凭啥物安尼管我？就因为阮爸爸欠拖拉库100万，我答应要替阮爸爸还，所以你就真正当作你是伊哥，甲我当作是你的细汉，我啥物代志你爱管我交心？安怎？是毋是拢互我讲着，所以你无话通应？你敢知影你安尼做有啥物效果？你一直管我的代志，别人会认为我甲你有暧昧。这种话若是传到遐有遐，伊会安怎想？你叫我要安怎解说？你安尼大主大意，真正会甲我害死啊！你真正是足大面神的，我只不过甲你斗相共一个尔，你当作杀了你哦？我看你真正是有病啊，而且是病到真严重。我甲你讲啊！你伫我眼内，你只不过是一个无尻川的功夫熊猫啊！你哦，根本就是莫名其妙！你怕我会受啥？我怕你是应该啦，谁跟你这样家暴？我今嘛哦。除了打工赚钱以外，我还有两个比赛要准备，我已经有够无闲，有够忝啊！我拜托你莫搁甲我制造麻烦啊！我就是讲，我陪你去拍地下拳赛，还佮爱你，经过这代志了后，你至少会甲我当作是你的朋友，想袂到。你只是把我当作麻烦，看来是我甲你是伤济啊。好啊，我忝啊，你紧等休息。我是毋是讲甲伤超过啊？原来这一切拢是我的误会，大面生的人其实是我才对。
知迄个快递公司头家哦，敢有将我顶边送件一个交迄无尻川的，千万哦，袂使会暗夹伊。我看你要安怎送啊？吼，这个无尻川的真有够麻烦的呢。顶边哦，明明就一点点就马萨大，一头想干怎，佮甲伊起冲突啦。对哦，莫插伊的代志。我若是甲伊也斗相共哦，敢袂我认为我应该是刁过伊的。你物件给我，我赶时间。物件给我。来啊来啊来抢啊来抢啊！你给我。给我，你给我。啊，迄个马萨大几岁人啊？安尼聪明一个查某囡仔。马萨大甲伊细啊，拢是咱家的。那我这里用脚绳啊，甲我走，哇，三两个手就甲伊害掉，因为我车尾顶头看袂到。哎，马萨大喂，你这个臭孙啊，看袂到你的车尾顶遐，恁爸今日掠你来烫裤，互全世界人拢知影你的车尾顶有偌尔水哈。马萨大，安尼哪亲像迄闪电侠咧，咻一下就伫我头前，练轻功的吼。对啦，我有练轻功，啊你嘛足够的，会出暗器保护恁妻啦呢。恁爸今日就无要放你耍，我再看拖拉骨要安怎来保你，哈？马萨大啊，你可能是误会啊，记性有淡薄仔差哦。我顶边毋是甲你讲过啊，迄个无尻川毋是阮妻啦。既然这误会就一定该说清楚，哪了我的大人不计小人过，我先来去啊。安啦，哦，你摕物件甲恁爸牵，安尼就要走哦？无啦，马萨大，我一条工的啊。我着最近哦，介着也是一个游戏，就是分肉骗低头，所以我若是看到低头，我着挡袂了啥物件甲牵啊。你看你咪挡到低头，啊？是啦，马萨大，我也无讲你是低头，你家己承认，家己要创啊？你这个臭孙啦，啊！恁爸今日绝对无会放你耍，好好甲你示露一下，无可能你规场好离开啦。啊，看上吼是低头，赶紧要拍！来啊，快拍！操死了，你们这么拍啊！现在你被坑了！你这个无尻川的故事啊，无你是咧欠啥货啊？你看你这一个人欺负一个，哪有公平？无尻川啊，你不是爱我卖插你的代志，你即摆搁走插我的代志，要创啥？莫讲废话，先离开这再讲。离开？你是要离开地球呀？咱们拍！
冲啊，无落卡无卡小，去到这两个，迄一个三个步巴国干无卡床，一个是软卡的，你也拍袂赢伊，哼，无用啊！你啦，你要当做你足好拍的，我知影啦，你有参加过什么格斗赛，到时啊，恁爸就派一个对手，一个高手甲你拍啦。 哦，你不但提无奖金哦，搁来拍断骹断手，到时才叫恁拖拉库来处理啦。哦，你两个吼，后悔抓着我妈杀啦！你下死下贱，来走！喂，莫等我白了工啊！恁哦，就算甲派10个黑暗煞，嘛甲我拍袂下，这无尻川的啊！ 你喏，困猫困，莫甲带我面盲啊！要拍阿姨，甲连8摆才敢来啊！无啊，你是安怎？一直看我笑，敢无你杀我？你比较有妄想症。对啦，应该讲哦，是我和你传来着家暴，才来管你的代志。哼！啊哦，哎，足疼呢！是的啦。 好佳哉哦，多管伫头前尔，我带你去抹药啊啦。行。哎，多谢你。你讲啥？我讲多谢你，多谢你拄则替我解围。 想讲我要替你解围的啊！我只不过是咧练习拍低头，以后我去夜市哦，该让去拍赢规条，摕大奖回来。你的手啊，我根本无想要插啊！莫叫是讲我真正想要甲你斗相共的，拜托你莫等啊随便，甲你有迄个妄想症收起来啦。这件莫算啦。毋过吼，我阁有另外代志。 要甲你回息嘞？无啊，什么代志啊？就顶阵你去快递公司替我找快递的代志啊。迄当阵哦，我想较冲动，所以讲话较过分，伤害着你。后来我家己想想吼，我知影你是无想要互我因为练习无收你，其实你拢是为着我好啊。 拢是我的唔对，所以是的啦。毋过吼，嘛是真正真多谢你哦。但是这钱我袂收。你甲我回息了，我接受啦。也毋过吼，你。 甲我讲到一半尔，我你专心练习哦。我唔是惊你无收你，我是惊我家己向死头路的。阮大哦一直发压力，爱我甲你看掉，一直到哦你摕到冠军平效为止。安尼你无代志，我嘛会当无代志啊。这笔钱哦，对我来讲是淡薄仔数目尔，我无靠在眼内。你着摕买补品补身体就好啊。 哦，原来你是安尼想哦，害我本来佫感觉我有亏欠你，即摆哦，我感觉我啥物都无欠你啊。你是啊，等你哦，把这笔小现了，大概参无到水无流，看要以后你到出现什么代志吼，爱我去甲你切尻川啊。喂你，喂，爸，什么代志？我马上过来。哦，好啦好啦。阮爸爸找我有代志。哦，我这工序讲处理好势，我嘛差不多爱回来啊。八姐，你哪来？大哥，好啦，我都吼行路半途受伤，所以哦。好啦好啦，我来讲啦。要有，拄则哦，我搁去拄着迄个马莎找我的麻烦，好甲在这伊哥爹，
啊，所以替我解围，嘛因为安尼害伊受伤，我毋才带倒来斗管我药。你讲迄马啥理想啊？迄就是顶边有阮伫地下格斗场给玩秀的人。马姐，多谢你替阮念慈解围。没啦，讲迄这小可代志尔。是的啦，念慈，当时我无好好保护你，搁互你为着我走去拍格斗赛趁钱，你有受伤吧？无啦，我无代志啊。无代志就好，后摆啊，你若有拄着啥物麻烦，一定要甲我讲。你的代志就是我的代志，就算讲爱我拼我的性命，我嘛会保护你。好，我知影啦。哇，这个日头是太阳的哦，我就要晒伤啊！我看我是先来去啊。我这一定要甲送去哦，警察局一切都来处理。拜托的卖啦，卖安尼啦，啊无安尼啦。看你爱我安怎处理，我就安怎处理，安好安好。查甫人嘛，咱用较省力的办法处理啦。一领你若我就当咧10个拳头，5领拄好50棍就50棍啦，来啦，拍50棍蹲住下啦。你们干嘛啦？我讲为哪样？干嘛搁有法度？我无代志，继续。